疫情期间，警察同仁时常爱协助新冠肺炎防疫勤务，不但辛苦，而且还有感染风险。对此，台南在地企业好第一食品以及联华生技公司共同捐赠1万份快筛试剂，希望会当为第一线执勤的警察兄弟再来更较侪安心。28日伫东泽厅举办捐赠仪式，由市长黄伟哲以及警察局长方养宁代表接收。感谢提供了我们的1万剂的一个COVID-19 快筛试剂给我们的警察同仁使用哦，那共同守护本市警察同仁的健康跟安全。感谢第一食品公司能捐赠1万剂的快筛剂，来给台南市，能够充实防疫的量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医师公会陈理事长等一下来现场，我们会借着医师公会的系统，把1万剂的快筛剂尽速从速来配给基层的医疗院所，一方面让医师在诊治病患、医护人员诊治病患的时候，能够除了他自己的专业判断之外，也能够借助这个快筛剂或者是他们可以转介病人去做筛检这样子能在第一时间越早找出这个潜在的确诊者，就越保护这个我们台南市那避免这个疾病一直传染下去而不自知。市长黄伟哲也回敬感谢中和好第一食品副总经理林志颖、联华生技董事长沈碧兰表达亲切谢意。好，谢谢沈长。好的，请我们的沈碧兰董事长上台，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好第一以及联华食品。好。黄伟哲表示，感谢来自市方的帮忙，协助政府防疫工作。伫目前防疫也未成功，全民有愿爱努力，希望市民朋友还有市府同仁，大家做伙努力，让台南市持续保持健康甲平安。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